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根据国家统计局还有中指研究院给的数据最近都密集披露5月份的楼市一个情况，我们也做了解读。可以说5月份一线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可以说二手房相对比较活跃，有那种要企稳的那种趋势。然后剩下的城市那就一言难尽了，二线城市基本上维持了过去同比还是速度在下降，那3、4线城市是下降的速度又扩大了，就是这么一个行情。那即便一线城市那也在分化，上海显得更加坚挺一点。我看上海公布的数字，现在每天成交量在800多套，880套左右，你给人感觉还是很火的这二手房。但实际上因为这些都是中介都是一些媒体公布的，它的可信度也只能是参考。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上海的楼市到底怎么样。什么角度？最近媒体在报道上海链家被怀疑吃差价。大家知道这个中介知道你这个房东你这个房子卖的便宜，人家提前买下来，再把你卖给，因为他手上已经有了买家了，人家想买这个房子，然后高价卖给想买房的人，中介在里面利用信息差去吃差价。这个在中介行业里面是不允许的。最近上海链家就传出这个中介吃差价事件，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呢？我简单了解了一下，是2026年6月上旬，上海嘉定江桥这个上海链家一起二手房交易争议事件，网传经纪人吃了差价74万，这个事情在网上引起了舆论的关注。起因是什么呢？起因是一套不到42平米的房屋，那是真的是老破小，42平，业主挂牌价120万。上海链家嘉定江桥分店经纪人李某，他是经纪人，他就跟业主一谈把他谈到了106万，就是120万，他压价压到106万，让第三方给买走了。那个第三方是谁？事后说第三方就是经纪人李某的女儿，也就是让他女儿，人家报价120万，他把他压价压到106万，那个房东也同意了。中介经纪人让他女儿去把这房子一买，结果他同一个店里的就是上海链家嘉定江桥分店的另外一个经纪人叫吴某，这个吴某他随后也是同样这一套房子，他向他的一个客户报价是180万，网传是195万，也就是你看对业主来说，我这是106万卖出去的，最后传言你是195万卖给别人，那中间差价不是74万，那网传的更多了，网传是89万，被质疑低买高卖吃差价。这个事情一曝光以后，那个业主就情绪激动，你说我这房子一共才卖106万，你这闭着眼一震就89万或者74万，他能受得了吗？所以说要求解约。媒体报道，上海链家当天协助完成无责任解约并退还定金。后来链家他就发布了一个叫网传吃差价事件调查通报。这个链家发布的，他的结论是什么？说第一个，不存在吃差价，该交易为3方直接签约，链家及2名经纪人均未利用居间服务赚取差价，公司也未从中获取任何收益。这个经纪人吴某雄在3方签约完成后，私自对外虚构房源，认在售信息，并编造高价。也就是后来第二个经纪人吴某，他说跟客户成交，网传的这个是假的，是他自己在网上宣传说这个房子还在卖，后来他以180万，有的说195万卖给别人了。也这个事情是这个经纪人吴某自己虚构的，在系统里面没有挂牌，系统里面也没有他所说成交记录，成交，也就是这个吴某完全虚构，这是上海链家调查结果。而这个李某经纪人呢，没有如实披露亲属关系，那这个在中介行业属于违规行为。你让你女儿来买房，你得提前，你这玩意儿你就得，如果是你女儿买房，你得叫什么？你得报备，完了这个可能要回避，这是反正中介行业有这些要求。上海链家得出结论，两人之间无串通吃差价证据。6月17号，昨天嘉定区城管执法局已对涉事企业和个人正式立案，将按照房地产经济管理办法进行处罚，就这么个事。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很多人焦点是在吃差价这一块，但是我们看这个新闻焦点是在买房卖房中介他的心理，
显然，上海这小阳春这么火爆的情况下，业主为什么120万他同意106万卖呢？如果你要认为这个楼市回暖了，在涨价，这是6月上旬的事，实际上就是几天前发生的事情。满大街铺天盖地的，现在媒体都是上海楼市企稳，楼市在上海连续4个月二手房价格在涨，都是这种消息的。我想你卖房的一般他也会关注，那么他会降价吗？挂牌120万，然后以106万卖，你传言人家180万卖了，他又难受。假设他那个房子106万卖，他认为便宜，他认为占了便宜，就是房东后面传言180万卖，他也不至于那么生气的，他赚钱了，他占便宜了。或者说那房子房东恐怕认为他只值80万，结果他卖了106万，他挺高兴的。后来网传是180万，他恐怕也觉得无所谓。在某种情况下他会生气的。这是我个人推测，也就是他这房子恐怕他当时买的恐怕就不值106万，赔钱了。或者他的心理价位，他认为他这个房子这怎么着这116万，结果卖不掉，这个中介一忽悠，他最后再让个10万或者5万的106万成交了。再后面再一听说你这180万卖掉了，网传他就来火了，因为他前面有割肉的行为，后面发现原来你可以卖这么多，你给我稍微贵个几十万的，我就不赔钱了，是吧？这是我个人分析，这就说明上海的房东或者叫部分房东，他至少从他们心里面并不觉得好像上海的楼市在涨稳住了。如果在涨稳住了，他挂牌120万，他不可能让你砍到106万。你不买我就等着，对不对？现在这么火爆，二手房都卖断了，你再买都买不到二手房这么便宜的，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事？所以恰恰说明，至少说明上海很多房东恐怕他也不觉得楼市真的回暖了。第二个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中介，你看这边压房东106万，压到这儿，那边又有中介对外面说这个房子180万、190万，他为什么这么炒？他就是在外面做节目，或者是录视频，或者是发社交媒体炒作。你看这个房子180万，4万多一平米，小5万，房价涨了，你再不买来不及了，不就这意思吗？就跟我们现在在网上看到好多上海的楼市涨了，结果这哥们这个吴姓经纪人在那一吹。人家业主看见了，我操，180万炸锅了。当然，最终这个到底什么情况，来看官方公布。至少我看这个新闻，我得出个结论，就是上海的房东恐怕并不觉得房价在涨，房价稳住了。第二个，中介还在忽悠，制造焦虑，说房价在涨，再不买没了，来不及了。事实上是降价在卖，120万砍到106万，这才是真相。如果这个业主他认为上海的楼市企稳了在回升，他会让你砍14万吗？所以这个新闻也能说明某些问题。我们不仅要从国家统计局、从什么中指研究院、克尔瑞看这些数据，我们还要看这些新闻，新闻背后反映和折射出来的业主的心态，还买房人的心态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看《人物周刊》6月18号看的那篇报道，叫那些终于出手买房的人。这个小阳春到底是谁在出手买房？这个是人物周刊报道的6月18号，他这么说的，他说房子开始真正的回归居住。人物周刊一般的都特别长，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有一个叫一苗姐，北京人，北漂，35岁，购入4环老破小。说前几天我还没和朋友更新自己买了房的事情，朋友给我推荐了一套回迁房，我回复时开了个玩笑，说我想用180万上车北京4环内学区房，临铁2居室50平以上，南北通透。我朋友给我发了一张地图，看得出是一座山。我说这山是在哪儿？他说是五台山，许愿比较灵。其实我描述的是我买到的这套房子，当时刚刚完成网签。北京4环内学区房180万。买房之前，我给自己确定了一个目标，预算200万，不贷商业贷款，只贷公积金。今年我35岁 ，IT 行业可能在35岁之后会面临职业危机。我的考虑，出现危机了怎么办？如果我去餐馆里端盘子，按照北京的标准，一个月能挣3000到5000，再加上队友端盘子的收入，也就是她老公，这就是我的
月供范围，再推到20年，房贷大约是120万，正好是公积金和首付的贷款上限。但是符合这个价格，5环内房源就很少。你看这个人买房头脑比较清醒，也就是虽然是码农，但是随时会失业，一旦失业了，他也脱下长衫去端盘子，餐厅当服务员，也就是1个月3、5千的收入，得靠这个能不能还得上贷款，他这个说明他安全意识还是有的。他说当时符合这个价格，5环内的房源就很少，很多是地铁不太方便的回迁房，位置相对偏僻。但慢慢的我发现我可选的环线在万里移动，我的思路就调整为，首先采集全北京我可以买得起的大致片区，然后查看具体的小区环境、教育、交通配套设施，走遍这所有的小区。如果某天忽然出现了预期的价格，我就可以立即行动。确定思路后，我和队友每周末都看一个地方，慢慢圈定了范围在丰台、朝阳、石景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缩小范围，最后我的目标变成了4环内。1月元旦假期，我们把孩子送回了老家，在元旦假期的3天内，我们密集踩了朝阳区和石景山区之前没有涉足过的地方。早晨8、9点钟起来，直接坐到石景山的尽头，出门疯狂骑自行车，骑行到某个小区，先观察它的外立面，一看不错，就进入小区里面踩盘。正好赶上大风降温，风把人都快吹飞了，骑累了就点一杯自提奶茶，喝1、2口热的缓缓。我的孩子是今年上学，所以我一定要在5月15日之前拿到房本，否则他就没有办法上学。你看，这就是我说的小阳春学区房闹的，很多人被逼的，孩子要上学。你看这个作者5月15号之前必须搞定，拿到房本，不是说签协议、签合同，拿到房本之后他把户口迁过来，孩子才能在这儿上学。所以很多人这个什么3月、4月小阳春就这么出来的。有很多专家、很多学者、很多海外机构，他就对这一点他不视而不见。说我看房后价格一直在斜线向下，也就是他从1月份开始看房，房价都在下降。说那时候买房人的心态就是这种，你晚买1个月，可能1年的积蓄就出来了。所以我理想情况是想满足孩子入学审核时间，在那之前的市场地点入手，理论上越晚越好，也就是说应该在4月底之前买是最靠谱的。就买完之后你过户、办房产证、迁户口，5月份解决，5月底孩子就去报名，对吧？准备下半年上学。可超出我的预料，小阳春会成交量比我预想中的高，房源抢得很快。春节前有套房子我们已经看了2、3次，购买的意向非常大。那套房子虽然是老破小，但它是家属院，进去看才能意识到它的好。我当时管那套房子叫82年的拉菲，虽然年头长，但底子好。小区里非常舍得花钱，公园都是大理石铺的地砖，外观也收拾得干净，楼间距50多米，采光特别好。到对口的好小学、区政府机关幼儿园，还有少年宫，都是走路5分钟就到。我当时已经把它列为我的梦中情房，在软件上连装修效果图都做好了。我当时甚至连家人的生活都安排好了。那个房子离图书馆特别近，我还跟我妈说，到时候您骑5分钟就能到，白天不用闷在家里，去图书馆看书就行。当时中介告诉我，有个人谈195万没谈成，我估计年后190万就谈下了。结果年后我们刚一回来第1周，这个房子就被卖掉了，而且成交价是201.5万，比房主的预期价格还要高。但那时我没有把这件事想得很严肃，认为这是个例。错过这套房以后同小区还有个5楼的房东想卖190万，比前一套便宜10万，但多爬2层楼，有点让我犹豫。最后我想，如果能杀到180万的价格就出手。但周五看房，第2天那套房子已经出了，刚过了1个上午就卖了，但是简直反应不过来。后来我追问成交价，中介说是188万，我就发现这个市场有点火起来了。那都是买房、孩子上学，当时确实有点慌乱。当你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这个选项突然就没了，节奏瞬间被打乱，只能紧急的去筛选。
重新了解周边其他小区，但总觉得没有那一套好了。心里有了最完美的选择之后，就会习惯性的拿去跟它做对比，说当时距离5月必须成交卡点只剩1个月，那1-2周确实有点崩溃。我们开始了疯狂看房，你看看他们还有时间截止点的，有时间窗口的，你这玩意儿一耽误，孩子上不了学，那完了。所以你说买房的人他就急啊，基本上每周都会出去几天，晚上下了班就约中介，每天的下班路线都很不固定。但崩溃过后，我的心态又稳了起来，因为我发现可选的房子还是很多的，因为不断有新的房东在网上挂牌。后来有一天在社交媒体中发现，有一套之前因为太贵没看的房子，175万就成交了。这个小区去年刚进行了老旧小区改造，外立面改成了红砖小洋房，特别漂亮。改造后其实卖的挺火的。以前我觉得这块我根本买不起，但这次看到我就想，既然有一套能这么低，那我也可以拿下一套。果然，中介说这小区刚来了一套新上架的储备房源，甚至都没来得及拍照片，挂牌价199万。我一看就觉得有戏，这一套挂199万，说明房东是真心想卖的。说我和队友立刻冲到了现场看房，一推开门，我发现他的户型和我错过的82年拉菲家属院一模一样。整个谈判的过程一波三折。第一次谈判，我提出想160万去谈，但业主拿着他2015年购入价180万卡死了一条线。业主说我再便宜不能低于我的买入价，2015年买的180万，用中介的话说，这叫底中底，两边根本谈不拢。一个业主买家希望他出血，是不是比你2015年价格还便宜？但是这个业主死活不同意，这个是刺刀见红。这位卖方大哥也是个爽快甚至有点冲动的人。我上了个厕所，中介说卖家已经走了。你是啊，到了人家底线，2015年买的，原来合着这个价格，这就说明北京的房价已经跌到哪儿了？这不就充分说明了吗？跌到2015年了吗？这个户型还不错。第二次谈判，中介把我们又重新拉过来，说卖家接受在180万底中底的基础上，再给你们适当降一点，进入到所谓的这见面3分情的环节。见面谈了之后，我本想再磨一磨，但这个大哥腾地从桌子旁站起来，他1.9米，那个压迫感就过来了，说178万能签就签，不能签我就走。后来又拉扯了很久，最后中介就说啊，要不这样，还是按照大哥说的178万，大哥啊，你就给他让2000，相当于给买家包了个红包。我当时想，你好不容易说一句话，就不能说包个5000的红包？但是我的眉毛已经皱成一团了，但就这样谈成了，我们也不再挣扎了。说没想到还有后来的第3轮，因为个税问题又险些没签约。那时已经是4月20号，回家之后，我觉得这个事儿一定是黄了的。短短10天内，我肯定找不到房子，肯定要送孩子回老家上学了。那天我瘫在床上得有1个小时，脑袋巨疼。正好那天我闺女给我唱了一首歌，说妈妈说宝贝，我没给你一个完美的家，我说有你陪我就够了。这个时候煽情是吧？那肯定是对吧？这更有一种紧迫感。好在最后都解决了，我和大哥啊都让了一步。你想想，你说普通人买个房还谈3次，谈了10来天，那你说美国伊朗的协议谈3个月也很正常是吧？到最后签约那一天，大哥还特搞笑的给我们完整复述了一遍他当年的心路历程。他是在2015年9月全国房价暴涨前买的，180万入手，之后他每一年都在关注走势，2023年顶峰到了350万，180万买的涨到350万，就差不多翻倍了。2024年开始一直往下走，去年还能卖240万。他说啊，谁能想到今年3月突然蹦出来一个邻居170万的大单，一看风向不妙，赶紧挂了199万，心里想着只要能185万赶紧卖出去。经历过这次买房，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人还是需要具备一定的知止心。之前我一直在等待，过年之后还在等待。例如到了3月，我认为4月还可以等待，可4月我的心态就非常复杂了。
我内心的小人也每天都在打架。但当时距离最初设想的买房目标已经超额实现，小满胜万全也就够了。说买房之前，我们本来是想奢侈一把出去旅游，但是现在钱也花出去了，不能这样。完成这个目标之后，一家人在一起，平时的每一天就已经是最好的庆祝了。你看这个人买房，他的整个历程，包括卖房的历程，你看看，实际上就是整个北京的房价，它一个走势图清晰可见。根据这个卖家说的，从去年开始，北京的二手房加速下跌，24年还能卖240万呢，25年就多少了？26年就干到180万、170多万。你说这不是加速下跌？实际上，我觉得呈现出一种什么呢？越到海淀，越到西城那边跌得慢，但是越偏远的地方，比如石景山，这个房子在石景山嘛，我估计这个什么通州那房子就是你越离核心区远的地方，其实跌得越快。你离京沪越远的地方，那种什么3、4线城市呢，也是跌得更快。现在数据就这么个数据啊，这玩意儿不是谁唱空。这是北京的北漂买房，为了孩子上学。那这个人物周刊还有一个是上海的沪漂，在上海买房溜达，上海30岁入手内环老破小。他说今年是我来上海的第5年，因为我一直在外面租房，到期了还要反复搬家，爸妈觉得很辛苦，所以一定要帮我买一套房。可能山东父母的买房执念还是比较重的，因为父母资助的首付比例比较高，算下来我每个月要还的贷款和我现在的房租基本完全一样，也就是首付提高了，高首付导致他每个月按揭贷款少到跟他租房一样，所以他就觉得那我就值了，反正你要租房，用掉这笔首付款后，他说我每个月的租金支出变成了在给我自己房子还贷，那这么多年在上海住下来，几十万的租金也是直接出去了。算清这笔账后，我觉得买房还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他已经把按揭贷款压到跟他租金一样了，那你对吧？你给银行还按揭贷款，就相当于给房东付租金。差不多3年前，我就考虑买房，我爸那时很着急，觉得房价开始跌了，我们得赶紧买。但那个时候各方面我还没准备好，看房也没有得心应手，没有老练到一进去就能看出它的各种优劣。他说但是最近这半年房价跌的明显没有那么快了，大家可以看到似乎雪开始消融了。我还看到一句话对我改变很大，大意是经济有周期，但你再也没有办法用年轻的身份住进属于自己的家了。这就是消费的心态吗？有钱你及时买，及时消费，这就是咱们提倡的，你有那个钱你就买，没有钱那就租。我的预算大概300万出头，前面1年半我看的都是郊区远大新那些100平左右的房子，小区的环境房龄都不错，但你买什么样的房子就相当于你要去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我很喜欢周六周天睡醒了从家里下楼溜达溜达，或者骑个共享单车，戴个耳机听个歌，骑个10几分钟去晒晒太阳。那他就希望住在市区，对不对？说看了1年之后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我把能买得起的片区先排查了一下，筛掉那3个最贵的肯定买不起的。做好这样的排除法之后，算下来符合我要求的只有普陀区和长宁区。而我大概看了100套，大概在我看到第50套的时候，我妈就很犯愁的给我打电话，你说咱家会不会买不到房子？就你这么看下去，真的有能入你眼的房子吗？还有中介愿意带你看吗？其实我挺挑的，真正去谈过价格的房子就2套，而真正想买的也只有现在这一套。因为上海这些老破小以前很多都是老公房，是老上海人不需要成本直接分配的员工宿舍，当时设计纯粹是为了解决最基本的生存和住宿问题，不可能像现在商品房一样还兼具什么休闲区、会客区，这就决定了它的户型先天不会很好。买这种房子你必须在一堆各种奇葩的户型里挑到一个你还能勉强接受的，而我偏偏又是一个接受过6年专业训练的室内设计的学生，这种职业习惯和现实房源就会在心里来回打架，最后能选到这一套真的非常不容易。虽然我心里对他依然有一些不满和意见，但现实就是只有这些钱，只能对自己说接受吧孩子。去年12月底终于有一套看上的房子，
但房东当时突然跳价，原本他在中介那里挂牌底价是320万，结果突然说不卖了，要涨价到368万。我问中介为什么会这样，据说因为房东看到香港的房回暖了，心态一下子发生了变化，认为上海的房价马上也要跟着起来的，这是去年年底，所以一拍脑袋就不愿意按原来的低价卖了。但这个房子我后来追踪了3、4个月没有卖掉，也就你跳价，人香港房子涨了跳价，你跳价，这作者说了卖不掉。去年年底从320万一下跳到368万，那到现在都没成交，没卖掉。他说我最后买的这一套还是挺有缘分的，它其实是我看过所有的房子里面最实用的。说唯一妥协的是这个房子是1989年建的，我最初预期是1990后。这套房子去年10月刚开始的时候是挂360多万，我根本买不起，我再怎么砍价也不可能把360万房子直接砍到300万。后来这套房子就显示卖掉了，成交价应该在330万到340万，也就是你看挂牌360万，最后340万成交，还是要降价的。结果没想到上一个买家在交了定金之后，资金链突然出了问题，买不了了。到了12月底，中介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这套房子现在挂牌价好像变成了340万，快来谈价。我和我妈去看了一趟，觉得各方面都很 OK， 就一起回老家过年。一过完年，中介一上班，我们就到了。我是元宵节那天成交的，我们原本约定是第二天早上谈价格，结果前一天晚上8点我一下班，中介突然说有人也看中了这套房，要来抢单了，所以我立刻马上过去签合同谈价。但是当时我有点被赶鸭子上架，心里根本没有准备好。后来想一想，这就是中介的小套路，中介就是制造焦虑。你看中的房子，你好不容易在培养感情，说服自己接受这个房子，方方面面已经接受了，你感觉房子就是自己的了。这时候突然中介说有人来跟你抢，那你还不去啊？当时我有点被赶鸭子上架，心里根本没有准备好。后来想一想，这就是中介的小套路。本来我底线是觉得315万也还行，但由于被骗过去，过于气愤，我们的态度异常强硬，直接又往下砍了10万，咬死305万，多一分都不行，不买。在上海说买房谈价那天，买家和卖家是不见面的，会被分在2个房间里，最后两边达成一致了才会见面签合同。所以那天中介就是2个房间来回报数，这会让我想起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打之前，是吧？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的这个斡旋之下谈判呢，美国代表在一个房间，卡塔尔的代表在伊朗的代表在另外一个房间，卡塔尔外长是吧，来回穿梭，就像这个中介一样。上海卖房也这样，买家在这个房间，卖家在那个房间，就靠中介来回递消息，是吧？当时我们将在310万很久，一群人硬生生在那边熬到了半夜12点，每个人都精神恍惚了，大家脑子里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赶紧签了合同，好回去睡觉。就熬到夜里12点呢，你想想，就买个房就这么折腾，夜里12点，那你说美仪、亮湖、站姐备忘录，那你说谈还够辛苦的。他说不过我父母都快60岁了，对方父母都70多了，你看全家全部上，双方都是一个家庭上，是个大事。说对方那个姐姐40多岁，最后他们松口了，就这样，在来上海的第5年，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你看看，这个是一个是北京买房，一个是上海买房，都是老破小。这个女的是吧，从年前就开始看这套房子，最初挂牌是360万，后来因为第一次成交没成交成，改成340万挂牌。过完年之后是吧，深深被这个女的给砍到305万，挂牌360万，深深砍到305万成交。北京的那个人家2015年买的就是180万，深深的砍到179万。那你想北京那个人他买的房子，加上税，加上手续费、中介费，这中间利息有没有不知道的，他有没有是按揭贷款什么的？你想想2015年买的房子，他怎么是10万块钱赔掉了？你就是180万买的，180万卖，你10万肯定赔掉了，各种契税。那上海这哥们挂牌360万，最后305万成交。还有一个是深圳，咱们就简单介绍了，这个人买房，他去看中一套房，挂牌价是266万。当时业主一听我们最多说出价是220万，就觉得这个价格根本谈不了，直接走了。
结果第二天就是卖家和另外一个买家聊，我心里很记挂，跟中介说我很喜欢这套房，让他帮我盯着业主的动态，一直催问那个人聊完了没有，成功了没有。后来中介反馈，他说今天另一头看房的人谈到了238万，业主一直没有松口，低于240万就完全不用谈。你看挂牌价266万，那谁都是往下杀，对吧？现在人家是杀到240万，这个业主是不同意。到了第3天，我们把业主约出来进行了2次面谈，最后顺利谈成功了。我最初买房预算是200万，多出来这40万直接让压力拉满了，也就是最终还是240万买了，挂牌266万，240万成交，月供可能从原先的6000多飙升到了8000多，那这个压力挺大的。当时我男朋友和身边的人也会说让我再等等，等房价更低一点。我其实也不太了解市场，但我想没有人能够精准买在最低点，除非全靠运气。第4个人物就是北京的一个房产中介、房产经纪人，这个咱就不介绍了，这就是他卖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房价变化，实际上通过北京、上海、深圳这成交，大家就知道大概这个小阳春是什么样的。一线城市是吧，都是以价换量，你涨价你就卖不掉，你降价业主都死扛着不降，不降人家就不买，各种磨，最后业主没办法只能让步，所以以价换量。这是人物周刊报道的北京、上海、深圳3个买二手房的一些经历。实际上通过这些的，我们也能知道一线城市楼市应该是怎么回事，大家心里有数。所以我们就说点不太开心的，既然是学区房，那以后学区越来越不重要，因为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少，再加上现在高考也越来越容易，很多家长很多孩子对高考已经祛魅了，没有那么执着了。那因为学区的事情买房子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不是那么刚，那大家自己琢磨琢磨。再加上人口是不是在下降，那未来走势是什么样子，我想大家都有答案。等到房价真的到了这个按揭贷款和你房租差不多的时候，那这买房的人恐怕就多了。我既然给房东交租金，我还不如给银行交按揭贷款，到这个份上恐怕买房的人就多起来。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跟收入有关系，收入如果稳住了，收入涨了，那房价自然就会在某一个点位上稳住。收入不稳，那房价怎么稳？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谢谢大家。